再来看德国，即今年57岁，才当当选市长的艾瑞斯昨伫厝门口靠巷暗杀，佮目前是有性命危险。另外，伫南美洲厄瓜多总统诺波亚的车队，暂时互民众包围牵石头啊，佮有人开枪哦，加在是无人受伤，警方嘛已经抓到5个嫌犯。德国新当选的女市长被刺杀的现场已经有封锁线。57岁艾瑞斯是逃者。9月28才以社民党候选人身份当选德国西北部小镇赫尔德克的市长，因讲吹切互人抬几落刀，受重伤，有性命危险，送病院。Die Frau ist aktuell lebensgefährlich verletzt und deswegen mit einem Rettungshubschrauber in ein Krankenhaus geflogen worden und wird dort intensivmedizinisch betreut. 是逃者本来11月吹切要就职，吹切过道伫因兜附近，互人举刀抬伤，为一个脚只边啊，互人插13刀。德国当局已经针对这件案件发布重大警戒令，进行大规模追猎行动。德国总理梅尔茨谴责这项攻击是无体的行为。另外，南美洲厄瓜多总统诺波亚吹切本来坐车飞去卡尼亚尔省，宣布基础建设计划。因讲伊的车队伫当地互500多人包围，对车弹就逃。命警方伫咧车顶发现枪支孔，表示真有可能受到枪击。好在在伊本人无受伤。代志发生了，抓到5个嫌犯，以恐怖主义罪名起诉。Hay 5 personas que han sido aprehendidas por parte de la policía y esas personas serán juzgadas, o mejor dicho, serán iniciadas por flagrancia por el delito de terrorismo. 这毋是诺波亚第一遍受攻击，伫9月时阵也发生过。厄瓜多的政治动荡，最近诺波亚政府宣布未取消对柴油的补贴，减少公共支出，引起民众不满加全国的抗争。这项政策也互原本就无安定的社会情势搁较恶化。公司新闻金万庆编辑。